欧洲的中部有一个国家叫做捷克，捷克的首都叫做布拉格。这个月月底，捷克的议长甲布拉格的市长要率领90个人来咱台湾访问。那呢，因来台湾敢要隔离14天咧？外交部处长是讲甲真坦白，讲若要隔离，人就不爱来咯。另外，外交部长吴钊燮大昨日接受到捷克媒体访问的时阵，来点出到有台湾甲捷克的国旗的喙暗，讲到时阵要送互来台湾的访问团。敢要握手，防疫期间计是无啥方便。捷克驻台湾的代表和咱的外交部处长是安尼拍招呼的。率领捷克参议院议长韦特奇，还有布拉格市长赫瑞普月底来访问台湾进前，台湾和捷克友好会赶紧成立。参议长来访最主要是受到我们尤院长的邀请。那时候会到我们立法院来做演讲。接受捷克电视台访问，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让大家看伊挂伫面顶悬的喙暗，有台湾和捷克两个国家的国旗，到时要送予捷克来的贵宾。捷克的官员来台湾的迄个时阵，虽然讲要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，还有日本金首相森喜朗来台湾时阵防疫规格，但是因有90人，比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团的人搁较侪。我们会做到在防疫上最好的准备哈。这个隔离的话哈，你真正实际隔离的话，人家都不会来的啦。台湾靠防疫，让世界看到咱外宾一团一团小连续来，这卖当讲是防疫的另外一种成果。